对日新月异、变幻莫测的世界中，很多人对成功与聪明的定义，往往倾向于把精明与算计视为通往高处的捷径，追求利益最大化，处处设防，事事算计，似乎成为了现代人普遍认同的智慧表现。然而，在无数人竞相奔跑的洪流中，真正能够稳步前行、走得长远的人，往往并非那些锋芒毕露、处心积虑者，而是那些沉稳低调、宽厚待人的人。厚道，这看似朴实无华的品质，其实才是最高级的聪明。厚道不是软弱，更不是糊涂，它是一种内心的笃定，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后仍选择善良的坚持。厚道的人并非不懂算计，只是选择不以算计为生。这样的人知道，真正的关系不是靠权谋建立的，而是靠信任与诚意累积的。他们不轻易承诺，却总能兑现；他们话语不多，却字字诚挚。他们的温柔与包容，并不是出于懦弱，而是因为他们懂得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每段关系都需要被温柔以待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不在于谁更会说话，也不在于谁更会做表面功夫，而在于是否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在对方立场考虑，是否能够在利益面前依然坚守底线。厚道的人懂得以德服人，从不以仗一时的胜利而沾沾自喜。他们看重的是人品与信义，明白诚信是做人的根本。他们对他人保持一份尊重与体谅，从不轻视他人的努力，也不嘲笑他人的拙劣。这样的厚道，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它不是盲目的妥协，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体谅；不是毫无原则的好好先生，而是在坚守底线基础上的宽容与大度。厚道的人不仅拥有清晰的是非观，更能以大局为重，懂得在复杂的关系中保持清醒，不短期利益所迷惑。他们明白，小聪明可以带来一时之利，但大智慧却能赢得一生的信任与尊重。厚道之人，往往更懂得为人处事的分寸。他们不争不抢，却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；不强不压，却总能在困难时刻成为他人的依靠。他们的存在，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他们不需要太多言语，却能让人感受到温暖与力量。他们的心中有一杆秤，能辨是非曲直。他们的行为有准则，懂得进退有度。他们从不炫耀，却总让人感到安心与敬重。厚道还是一种对未来的智慧投资，许多看似吃亏的时刻，实则是在为自己积累人脉与口碑。厚道的人不会因一时的得失而改变初衷，他们坚信，种下善意的种子，终会开出幸福的花朵。他们从不计较短期的回报，而是用一颗踏实的心去经营人生。他们的每一份付出，终将化为回报；他们的每一次忍让，终会赢得理解与支持。在厚道的光辉之下，人的心灵也得以净化与升华。这种品质让人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，亦不忘与他人共情共鸣。它让人在利益面前保持清醒，在诱惑面前守住初心。厚道之人虽不张扬，但他们的光芒却长久而深远。他们如灯塔，为迷茫者指引方向；如老树，为旅人遮风挡雨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，默默传递着善意与正能量。世间的路千万条，唯有德行之路最为稳妥。小聪明固然能让人在某些场合占尽先机，但缺乏厚道的支撑，这样的聪明终究如同昙花一现，难以持久。真正让人敬佩的，是那些即便身处高位，依然谦和有礼的人；即便拥有权力，仍能以德为本，以善为先。这样的厚道，是一种修养，也是一种境界。厚德载物，是中华文化中亘古不变的信念。它不仅是一句古语，更是一种人生哲学。当一个人真正做到厚道，他的人格便如磐石一般稳固，他的行为便如春风般动人。他所到之处，皆能播撒希望；他所经之人，皆感受温暖。这样的厚道，不仅使自身受益，也让整个社会更加和谐与温润。或许在现实生活中，厚道的人会偶尔吃亏，会被误解，会因不计较而看似失利，但这些短暂的失落，终将会被时间证明价值。因为在日积月累的人际交往中，真正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，不是精明的权谋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与诚挚。厚道是一种力量，一种潜移默化却深远持久的力量。它如清泉，润泽心灵；如阳光，照亮人生。当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人世中徘徊，不妨放慢脚步，审视内心，坚守那份来自初心的厚道。让我们在利害交织的社会里，选择用诚信待人，以善意应世，用德行筑梦。在人生的长河中，让厚道成为我们最稳固的帆，也最深沉的智慧。